歡迎你哋。你好，多謝你哋參加今日嘅廚藝班。一陣咧會教你哋整餅乾球、雜菜沙律同埋雜果特飲嘅。不過喺整之前咧，先要問下你哋點先可以知道我哋買翻嚟嗰啲食物嘅重量或者係容量呢？平時我哋買嘢嘅時候都會見到物品嘅重量標籤同埋容量標籤，好似呢兩種咁啊。其實呢兩種標籤有咩分別啊？嗱，物件嘅重量同埋容量咧係可以表示到物件嘅份量，即係有幾多嘅。不過重量同埋容量係唔同嘅度量嚟嘅喎。嗱，物件嘅重量咧，簡單嚟講就係要用幾多力拎起嗰件物件，亦即係有幾重啦。嗱，一般我哋係用重量標籤嚟到去標示固體嘅份量嘅。咁容量呢？嗱，物件嘅容量咧，簡單嚟講就係同佢佔有幾多空間有關嘅。一般我哋係用容量標籤嚟到去標示液體嘅份量嘅。我哋用手拎起一件物件嘅時候，係可以感覺到物件嘅重量嘅。嗱，首先我拎起一個蘋果，咁我就可以感覺到用咗幾多力，即係個蘋果有幾重啦。跟住我再拎起一個西瓜，咁我就感覺到今次用嘅力係大咗，所以憑感覺我就可以判斷到呢個西瓜係比呢個蘋果重啦。你哋返到屋企之後都可以用手感受一下你本手冊同本字典嘅重量，然後再判斷一下係你本手冊重啲啊，定係一本字典重啲呢？咁究竟個蘋果有幾重呢？要知道個蘋果有幾重，就要量度一下蘋果嘅重量啦。而要量度物件嘅重量呢，我哋就需要一啲工具嚟到幫手咯。嗱，喺量度物件嘅重量之前呢，首先要認識重量嘅單位，公斤，符號係 kg， 或者係克，符號係 g。嗱，1公斤呢係等於1000克嘅。1公斤即係幾重啊？咁1克又即係幾重呢？想知道1公斤同1克有幾重，我哋可以用啲實物嚟到感受一下。我哋過嚟呢邊。嗱，我呢度咧有4份物品，有米、豬肉、提子同埋菜心。佢哋嘅重量咧，每一份分別大約都重1公斤。你哋又試下拎起啲物件，睇下1公斤有幾重咧？重過個蘋果喎。係啊。嗱，我呢度另外有4份，每份大約重1克嘅物品，有提子乾、棉花糖、米同埋紫菜。你哋又試下拎起佢，睇下1克有幾重咧？係咪輕好多呢？好輕啊！我都感覺唔到1克嘅重量。係咪覺得1公斤重過1克好多呢？嗱，仲記唔記得1公斤係等於幾多克啊？1公斤等於1000克。換句説話嚟講，即係1公斤物品嘅重量係等於1克物品重量嘅1000倍。咁即係話啲提子嘅重量係啲棉花糖重量嘅1000倍啦。冇錯啦，所以當我哋顯示重嘅物品嘅重量嘅時候呢，就會用公斤嚟到做重量單位；而當我哋顯示輕嘅物品嘅重量嘅時候呢，我哋就會用克嚟到做重量單位嘅。了解咗重量嘅單位，我哋而家可以量度下蘋果嘅重量咯。嗱，呢一度有個磅係量度重量嘅工具，呢個磅最多可以磅到1公斤。我哋睇下磅上面嘅刻度，每50克都有數字顯示，而每50克嘅刻度再分成5小格，每一小格就表示10克。嗱，而家咧將個蘋果擺上去磅上面，咁就知道蘋果大約係重190克啦。個磅最多可以磅到1公斤，咁如果要量度超過1公斤物件嘅重量，咪唔可以用呢個磅咯？冇錯，如果物件嘅重量係超過個磅可以量度到嘅重量呢，我哋就要揾過一個合適嘅磅咯。睇下呢個磅最多可以磅到幾重啊？1、2、3、4、5，最多可以量到5公斤。我呢度咧另外有一個電子磅，可以量度超過5公斤嘅。不如我哋磅下個西瓜有幾重啊？個西瓜大約係重6公斤。我都想知我有幾重啊！如果想量度一下自己嘅體重呢，就可以企喺個浴室磅上面嘅。個磅喺邊啊？我大概有24公斤。我哋而家討論一下容量啦。嗱，物品嘅容量呢係同佢佔有幾多空間有關嘅。
我呢度咧有4個容器，佢哋都可以裝滿水。咁我哋憑肉眼就好容易可以根據佢哋容量嘅大小嚟到排列次序嘅。容量最大係呢隻兜，呢隻兜裝得最多水。之後係湯碗、飯碗。容量最細係呢隻玻璃兜，玻璃兜裝得最少水。但係如果兩個容器嘅容量都差別唔大，咁我哋就好難憑肉眼去判斷㗎咯。要清楚説明物件嘅容量，我哋會用到容量嘅單位，即係升，符號係 L， 或者係毫升，符號係 mL， 而1升係等於1000毫升嘅。我呢度咧有3支水，大嗰支咧有1800毫升，中間呢一支有1升，而最細呢一支咧有500毫升嘅。嗱，我呢度有一個量杯裝咗1升嘅水，呢個量杯同呢個水樽形狀雖然唔同，但係都係裝咗相同嘅容量，即係1升嘅水嘅。我哋用呢個量杯就可以量度到物件嘅容量，而呢個量杯最多可以量到1升，亦即係1000毫升。量杯上面有刻度，每100毫升都有數字顯示，每100毫升之間有4小格，每1小格代表100除以4，即係等於25毫升。嗱，而家倒走量杯裏邊部分嘅水。咁你又計下我倒走咗幾多水啊？個量杯仲有650毫升水，原本有1升水，即係1000毫升水。1000毫升減650毫升等於350毫升。你啱啱倒走咗350毫升水。啱啦，我哋仲可以用量羹嚟到量度容量。呢幾隻就係廚房用嘅量羹啦。最大呢個係100毫升。呢個係50毫升，呢個係15毫升，呢個係5毫升，而最細呢個係1毫升。我哋可以用佢嚟量度較少份量嘅嘢。等我睇下1毫升嘅水其實有幾多先。1升即係1000毫升，1升即係1毫升嘅1000倍。如果有1升水，要用1毫升嘅量羹嚟筆走晒啲水，要筆1000次喎。嗱，你哋而家咧分得清楚重量同埋容量啦，咁就可以開始教你哋整雜菜沙律啦喎。好簡單嘅啫，我已經咧將小青瓜同埋車厘茄咧浸洗乾淨啦。你哋而家幫手將小青瓜切片，再將車厘茄咧切開兩邊。最後將所有嘅材料放落去沙律兜裏邊，再加埋啲沙律醋撈勻，咁就得㗎啦。好好玩啊！咁樣一個雜菜沙律就完成啦。媽咪話食蔬菜有益。但係我哋究竟做咗幾多雜菜沙律呢？磅下啲沙律有幾重咪知咯。不過如果將成兜沙律放上磅嘅話，咁就計埋個玻璃兜嘅重量咯。我哋可以用一個合適嘅容器放喺磅上面。嗱，磅後面咧有一個掣係用嚟調校支指針嘅。我哋可以將指針調校到去0嘅位置。然後再放啲食物上去，咁指針嘅讀數就可以顯示到食物嘅淨重量啦。沙律大約重540克。嗱，整完沙律之後咧，就到整餅乾球咯喎。做餅乾球嘅材料咧，就有花生醬、牛油、餅乾同埋糖霜嘅。不如就由柏豪你先量翻60克嘅餅乾出嚟先啦。啱啦，係60克。咁然後就要將啲餅乾放落呢個袋裏面，再壓碎佢咯喎。啲餅乾碎晒咯喎，而家可以將啲餅乾碎放入呢個玻璃兜裏面啦。跟住我哋就要加15毫升嘅牛油落去啲餅乾碎度啦。
15毫升咁少，量杯唔啱用喎。要用量斤先啦。1毫升、5毫升、15毫升，呢支啱啦。誒，1瓶羹先至係15毫升，你而家已經超過咗15毫升㗎啦，要將多餘嘅牛油掛走。嗱，咁就啱啦。你幫我將牛油擺落去啊！阿柏豪，你就幫我量20毫升嘅花生醬。1毫升、5毫升、15毫升、50毫升、100毫升。咦，冇20毫升嘅羹喎。你可以筆多過一次㗎嘛？嗱，你試下將20變成2個或者多個數字相加。只可以用15、5或者1毫升嘅量羹。15加5等於20。我哋首先加15毫升嘅花生醬，再加5毫升嘅花生醬，即係加咗20毫升花生醬。跟住我哋將啲材料攪勻，再將佢搓成一個個好似湯圓咁嘅餅乾球，最後加埋啲糖霜，咁就完成㗎啦。咁就大功告成㗎啦。最後我哋就整埋雜果特飲咯喎。我哋需要400毫升嘅橙汁、300毫升嘅菠蘿汁同埋500毫升嘅檸檬汽水。啲飲品呢已經雪好咗㗎啦。你哋只需要量度返適當份量嘅飲品，再將佢哋攪勻，咁就得㗎啦。嗱，彩詠，你幫我攞個水樽嚟裝住啲飲品。呢個水樽夠唔夠大啊？我俾個提示你啊。首先，你計算一下飲品嘅總容量，然後再量度下個水樽嘅容量，最後就比較呢兩個數值，咁咪得咯。飲品要有400毫升橙汁、300毫升菠蘿汁、500毫升檸檬汽水。飲品總容量係將3個容量加埋一齊，即係1200毫升。再用水同量杯量下個水樽有幾大，1升。再多800毫升，個水樽嘅容量係1800毫升。要裝1200毫升嘅飲品，個水樽有1800毫升，比1200毫升多，所以我哋可以用呢個水樽。柏豪，輪到你幫手量果汁。400毫升橙汁，300毫升菠蘿汁，500毫升檸檬汽水。咦？呢度咪寫住500毫升咯，啱啱好唔使量。咁你哋而家將啲飲品分成6杯啊。將1200毫升嘅雜果特飲分成6杯，即係將1200除以6，每杯有200毫升。嗱，飲品啊分好咗啦，我哋3樣嘢都整好晒咯喎，咁不如而家一齊開餐啦！好嘢！你哋都食得好開心喎，不過飲食呢樣嘢咧一定要適量，注意健康啊！好唔好味啊？好味。好味。見你哋食得咁開心，不如又考下你哋啊！嗱，一般我哋食開嘅乳酪同埋雪糕，同樣都係1杯。但係你知唔知我哋會用重量標籤定係容量標籤去表示佢哋嘅份量啊？雪糕同乳酪。